将小鸭一片一片切落，互人看了嘴软擦擦滴。不管是酥脆外皮混着白糖，也是甲鸭肉放伫安平虾饼、关庙王来顶面，拢相当好食。有特别采用了我们台南关庙王来去做成的特殊的酱汁。那另外呢，还有沾这个所谓的白糖来沾这个皮，脆皮，那吃起来非常别有风味，而且很特殊、很惊艳。台南市长官邸委外营运由王品集团旗下品牌进驻，除了推出侪限定菜色、阿维米糕、汤圆、豆干以外，更加环境重新大改造。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重新改装之后，然后搭配上我们莫老师的画作，把我们六甲的火鹤还有蝴蝶兰，都画在我们的壁画上面，让我们的整个官邸店看得不一样。为门店当中就当看出满满的虎虾味，业者伫开幕期间嘛祭出侪优惠。欢迎市民朋友前往品尝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